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我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确认和前行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生命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献上给你，我献上生命给你。
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火气。我献上生命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神迹，能成为馨香。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下大雨来敬拜神是一件最美的事，阿们吗？看见你们的信心，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吗？今天我们要带着盼望，要带着喜乐，要带着被神充满的灵回家，阿们吗？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可以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生活心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救我的生活心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寻望。主是我们的拯救，我们要依靠他，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诗歌，阿们。我们再大声来宣告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
见，就算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我们仍然要因你的救恩而喜乐。主，你的爱像一道江河，永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谢谢你，你的同在祝福，现在就要浇灌我们。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它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它是王，掌管我的心灵，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它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灵如风吹我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它是王，掌管我的心灵，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我们来请弟兄来唱好吗？一道江河，一道河流呀流呀，弟兄们流到丰把你盛的喜乐的生唱出来，命，把你的渴慕颂唱出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敬拜他。我们请姐妹来，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我们再一次一道江河流呀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呀唱呀，唱到邻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主圣灵，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投靠你的，我们喜乐，与我们欢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主啊，我们的心切慕你，我们如入切慕你，像那溪水一般。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我们举手来宣告，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更深的来对主说，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一生奉献，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现在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我们是何等宝贵。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满满的感恩。主，我们在这里白白得到你所赐予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也愿意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器皿。主啊，求主你看顾我们今天在这里，因为我们都跟随主你在一起，我们要跟随主你的脚步，跟随主你的脚踪，成为我们一生的方向。主啊，也求主你看顾我们在之后的日子，我们出我们入都保守我们的平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将一切荣耀献给神。请坐。现在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善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
父神，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救赎的主，你是恩典和祝福的源头。主，我们要感谢你丰富的供应，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从主而来。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主，我们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主，你必使我们安然居住。主，感谢你丰盛的供应。今天你的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将你所赏赐的时间、才干和金钱，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来做报告。好，本周的金句，我们一起来练2次。这条河两岸会有各种树木生长结实，可做食物，树叶永不枯干，树也不断结果，每个月都会结出新鲜的果实。因为这些树是用圣殿流出来的水灌溉的，果实可做食物，叶子可做药材。以西结书47章12节。这条河两岸会有各种树木生长结实，可做食物，树叶永不枯干，树也不断结果，每个月都会结出新鲜的果实。因为这些树是用圣殿流出来的水灌溉的，果实可做食物，叶子可做药材。以西结书47章12节。好，我们来看一个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一个影片。好，我们给全人生命教育一个协会一个掌声。
然后我们再请嘉森长老为我们做补充报告。好，大家平安好。那 PPT 帮我放一下。我们志工队招募这一个礼拜是第几周？第3周了哈。好，所以下一周就没有再招募了哈。那所以我这边起来报告一下。那想请问一下，有参加过教会的志工的人举手好不好？有参加过？哦，好。那前2周有登记的人举手一下。哦，好，还是有一些人哈，我们需要志工队就是需要一些志工来参加哈。那志工主要的服务对象都是社区，是对外，好，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一个管道哈。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我们江南教会的会友一起来参加志工的服务。那今年呢，我们有三个志工，3种志工的角色要来招募哈。第一个是爱家的志工，平常有在家里打扫的举手。这么少？哦，好，难怪那个我们招募不到人。好，所以希望大家好也可以来教会，好来帮忙打扫，不止打扫教会，我们未来可能会打扫中华路。好，那之前我们有做过中华路之美，好，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再来就是派报宣传的志工，教会今年也是有很多活动哦。那我们在思考说，我们这些活动其实都可以邀请社区朋友一起来参加。好像我们的11月2号的那个感恩礼拜跟运动会、园游会，好，这些都可以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参加。好，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些宣传派报的志工。那我们会安排礼拜6、礼拜天，时间不固定哈。那就是我们需要这些志工来宣传。好，第3个就是幸福巴士任务志工，这个任务是阶段性的。好，那我们教会有也是招募，也是有去寻找大概20位的弱势需要人帮助的一些弟兄姐妹，在社区朋友，那我们需要志工来关心他们。那我们在1月3号1919，他们有一个幸福巴士的巴士会来，那里面会有医师，会有理发师，那我们会准备一个很完整的服装、鞋子，从头顾到尾。好，那这20位呢，就是需要我们有志工去关怀他、关心他，然后让他1月3号来到教会。好，那这个幸福巴士来，我们才可以做服务。好，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这个志工。好，那这些志工呢，只要你有意愿，不管你有没有志工手册，你都可以来填写。好，我们现在在49号，我们可以去那边填写，看你想要做什么志工。那我们会成立群组，到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呢，会在上面公布。你如果时间允许，你就可以来参加。那时间不允许就下一次这样子。不要给大家太大的压力，这样了解吗？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嘉森长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会消息。我们在嘉南教会60周年，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有感恩礼拜，在9点到10点20分，然后我们在下午有一个，不是早上，对，早上10点，接着10点20分到12点30分就是我们的园游会，欢迎大家参加。那请注意，就是10月27号我们就报名截止，好，所以说请各位我们的各区组来做统一的报名。那我们也请陈鑫来为我们做我们的一个补充报告。大家平安，我是外展部的同工，我是陈鑫。那我们这个运动会跟60周年感恩礼拜，我们已经有前几周都有报告过了。然后因为时间越来越近，然后有很多讯息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今天就来补充报告一下。那可以帮我回到上一页吗？好，谢谢刚刚那个嘉硕长老有帮我们报告，就是我们的报名已经开始了，然后是到10月27号截止。虽然说是到10月27号截止，但是10月20号就是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就是
报名的调查，所以我们会希望，如果你真的有要参加，我们就把握这一周末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赶快把报名送出，让我们可以对人数有比较好的掌握，这样子。然后要怎么报名呢？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等一下你礼拜结束去参加小组，直接去找你的小组长，他可以直接帮你报名。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想要邀请人，然后你自己又想要参加的话，我们在49号的那个接待桌吧台那边有放一个邀请卡，你可以拿那个邀请卡，上面有 QR code， 可以直接扫进去报名。第3种方式就是进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迦南教会的官方 LINE 打报名，然后我们那边也可以找得到报名的资讯。所以鼓励大家今天不用等到10月27号，反正就既然要参加，我们早报名晚报名都是一样的，我们就这周等一下做完礼拜，我们就赶快把报名送出。那因为我们下一页。因为我们当天是有点像户外的礼拜，所以我们想说，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当天场地的利用。我们在这个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当天比较特别，我们都知道桃小有前后门嘛，对不对？那当天我们的前门就是有邮局那个门，它那边有活动，所以当天那边的路是封路的，然后同时桃小的门也不会开。桃小的门不会开哦，所以如果你从那个门进去的话，那你就白跑一趟了，你就要再从后门进去。我们当天只有民族路的后门，就是有很多早餐店跟卖油饭的那条路，好进去我们才能。校门才会开，那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的每个地方都会有我们的志工或同工引导大家这样子。那你从民族路的校门口进来之后，我们首先要先去做礼拜。那做礼拜在哪里做呢？就是在我们的图片左下角有一个礼堂的地方。那我们的感恩礼拜，然后还有以及我们的后面摸彩，然后闭幕跟发纪念品，最重要的还有餐盒，都全部都是在礼堂发放。那再来的话，我们早上做完礼拜，然后接着我们就是会有运动会。运动会在哪里呢？运动会就会在司令台前操场235的那个数字那边，都会是我们运动会的区域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会用到的区域就是整个操场加上礼堂这样子。如果当天找不到的话，我们之后这个图也会发在 LINE 让大家传，大家直接看也可以这样子。好，那再下来呢，我们用图片来跟大家讲一下。当天请你就从民族路的校门口进入，就是在桃小妇幼旁边的那个门。好，那大家可能也会想要问说停车的问题嘛，对不对？停车的话，文昌公园下面现在就有一个停车场。那如果当天人真的太多，文昌公园的停车场停不下的话，以前旧的那个图书馆的那个地方，现在也是可以停车了。那边可以停车，可是那边的门不会开。我刚刚说封路嘛，对不对？车可以往那边停下去，可是你的人从那边进不去。好，所以你可以如果你比较顺路，你可以从前门去停车 OK， 可是你最后要进入桃小，你还是得走到后门，就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走一下。好，那再来的话，感恩礼拜就在我们的活动中心，就是在篮球场旁边有一个比较高的建筑，然后一个黄黄的屋顶，就是在那边，我们是举办我们的感恩礼拜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因为当天有运动会，然后我们不希望在当天就是占据大家太多闯关的时间，所以我们先用影片来看一下我们当天会有什么关卡，然后跟那些关卡都要怎么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11月2号就是我们迦南教会60周年的运动园游会了。我们地点在桃园国小。那当天呢，我们有设计许多闯关活动，鼓励大家踊跃来赢得摸彩券哦。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关卡吧。这是第一关，然后你就是把监狱这个球甩到这个桌上，接住就过关了。对。二零的小子是这样。小子就是接下来这一关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沙包，然后这样丢过去，让那个塔整个就是翻倒就赢了。好，就投准嘛。没错，那你就一次机会哦。好，那就在这边。OK， 来。接下来
呢，就是用这颗垒球，然后在那条线从这边丢过去，让接球员可以在圆形的范围内接到你的球，就完成啦。好，球给你，1次机会哦。接下来这关要投篮，把这颗篮球投进篮筐里面，这样就完成了。很简单啊。1次机会。机会 OK 啊。接下来这一关是折返跑，你要从那个起点开始跑。这里总共有4个盒子。你一次只能把1个盒子拿回来，把4个盒子全部都拿回起始点的时候就结束了。那我会帮你计时哦。预备。28秒39。这一关是双人跳绳。啊，你知道什么是双人跳绳吗？知道啊，以前玩过。那我找那个小周，我们跟我一队。OK。你们两队。那你们准备好就开始。7、8、9、10。最后2关是排球跟躲避球。啊，可是这2关要10个人一起组队。10个人？对啊。啊，可是我们这边2个人。运动会当天总共会有5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去闯这8个关卡。每个关卡呢，我们都会设定破关条件，只要你达成了，我们关主当场就会给你1张摸彩券。所以呢，我们有8关嘛，你最多可以拿到8张摸彩券哦。那这个摸彩呢，我们会在运动结束之后回礼堂进行，我们会抽出60个奖项。你只要在这个运动时间闯越多关，拿到越多摸彩券，就更有几率拿到好奖，而且是可以重复中奖的哦。那就是11月2号，我们在感恩礼拜之后的运动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动一动吧。好，我们谢谢这个影片，然后跟君毅很卖力的帮我们示范这样子，然后大家不要看那个好像。大家不要看那个影片，好像很难，然后就不敢参加哈。我们是鼓励大家有尝试、有参与，我们就会给予奖励。我们没有真的说你一定非得监狱1次，就是弄到你才可以拿到抽奖券这样子。好，那我们的除了如果你的就是觉得啊体力比较不好，然后想要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的话，我们当天也会有园游会。园游会会有一些非营利组织会来参与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小奖励这样子。然后当天我们刚刚有影片有提到，我们有60个好礼要来摸彩，所以我们就是先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当天会有什么礼物。那我们的头奖呢是会有一个除湿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要冬天了，台湾很潮湿，所以我们那个除湿机非常重要。我们会有除湿机，然后以及会有我们的续集，大家有知道续集在哪里吗？知道在艺文特区，然后也是一个就是吃到饱，一个非常精致的吃到饱，这样我去吃过，都非常推荐。那我们会提供给大家一个双人餐券，然后或者是续集跟想想都可以使用的，然后其他就还有像是我们的蓝牙喇叭，然后其他像是礼券啊，或者是可以换饮料、换点心的都有。那我们就鼓励大家一起参加在我们的运动园游会当中，然后我们一起来抽奖。大家知道我们的报名人数目标是多少人吗？好，看来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目标人数是600个人哦，600个人，所以大概是我们现在做礼拜可能将近要2倍的量，所以大家只要每一个人都可以找1个人，就是福音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参加，我们600个人一定就是可以达成这样子。那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礼拜做完之后，礼拜做完再报名哈，礼拜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小组长，然后送出我们的报名。以上，谢谢大家。好，我们给我们的青年再一个掌声。哦，你看奖品这么的丰富哦，赶快等一下礼拜结束后赶快去找小组长报名。好，我们看接下来我们的敬拜部门的报告。笙歌队在2026年队长跟副队长是
潘启庸弟兄跟陈淑清长老，好，筹组纪念。60周年感恩音乐会在10月31号礼拜五晚上19点30分，在我们的49号2楼礼拜堂。那我们在1楼中岛有小卡，请各位兄姐去索取，然后并且去去邀请你们的亲朋好友来参加。然后侍奉部门松大讲座，10月22号礼拜三10点30分到12点有一个讲座是人体下水道保养，生活一级棒，由何明珍老师来主讲，欢迎参加。志工队新招募志工，刚刚嘉诚长老也有提到，所以也请大家踊跃的去参加在这个志工的一个项目里面。桌球专题讲座在10月21号礼拜二晚上19点30分，在49号1楼，讲题是桌球基本概论与颗粒的运用，由蔡新妍教授来主讲。然后志工队干部会议在10月22号礼拜三晚上18点30分，在401教室，请队长、副队长还有各组的组长来参加。社区医疗咨询时间在10月26号礼拜日10点30分到11点30分于教会1楼进行。好，我们再看我们的互助社报告，互助社将提供奖助学金，即日起开始申请到10月31号礼拜五前截止，请大家踊跃的去申请。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的肢体消息，邱春天姐妹跟彭植奇弟兄于10月18号礼拜六举行结婚喜宴，愿神祝福满满在这对新人里面，欢迎各位兄姐一起去参加，给予这对新人祝福。对，结果。好，肢体消息，那个简少伦弟兄，他即将于10月28号礼拜二入伍，由求主保守他的身心灵在军中生活平安顺利。私语小组成立日长老蒙主恩召，将于10月25号礼拜六8点入殓火化，13点30分告别礼拜。然后15点30分安放礼拜，然后10月23号礼拜四会进行，在晚上8点会进行家庭的安慰礼拜。这些地方时间，请各位兄姐能够尽量的去参与，愿主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现在我们来颁发生日助学金，请主日学。好，我们接下来颁发2025年第2期的生日助学金哈。那首先上场的是我们得奖的获奖的小学的部分哈。好，来，请排2排，中年级男生站后面。男生站后面哈。好 ，OK。好，我们这次的有有受奖的有19名了哈。那我念名字，你们举手一下哈。来，陈新果、吴墨言、黄恩宇、赵文一、魏领恩、严以乐、吴墨珍。那个小老师不要每次都举手。好，然后康奇恩，好，然后林玉欣、庄乔慧不来，然后陈林果、吴生泰，好，然后黄家恩，好，然后连爱妮，有吗？好，来赵文乐、简宇恩、林玉成，好，然后庄杰宏，好，没有好，许志佑，好，我们领奖代表是黄家恩，来，请到前面来。请牧师哈来颁奖。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先推旁边一点。好，我们来恭喜我们这些国小小朋友，因为他们都要在教会出席，要超过70%，然后在学校成绩都要得到80% 以上才能够得到我们的教会生日助学金。来，
啊，接着嘉恩，还有我们台上的19位小朋友们，我们拍手来恭喜他们，好，继续努力。好，那其他小朋友，我们待会在外面再放给各位哈。来，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是国中的哈，国中还继续参加礼拜的哈，就不容易了哈。我们这次国中的有4位，来国中的同学啊，有4位哈。有简雨欣，按照顺序排哈，来，简雨欣她最里面，然后怡静，张怡静、简嘉明，还有陈允田，哈，好，往前站一点好吗？一样哈，这4个哈，请牧师哈，请单讲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全部一起。好，我们来恭喜我们的国中生啊，国中课业开始变得很繁重啊。好，但是他们要维持出席，还要维持成绩啊，很不容易。好，我们来恭喜雨欣、怡静、嘉明、允田。好，我们有4位国中生啊。好，谢谢，继续努力。好，接下来就更不容易了哈，有高中的有3位哈。蒋义飞、廖伯成、陈允杰，好，请问有在场的哈？哎，义飞，伯成在苗栗。伯成没有哈？伯成有没有家长、爸爸妈妈在场的？帮忙领奖好不好？来，家长来代表领奖哈。高中哈，不简单。伟峰出国嘛哈，那阿公来代表。对，领奖。好，我来恭喜这个义飞，好，高中允杰，还有国成廖勋长老的孙子。我们刚才国小几位？19位，国中4位，高中3位。你觉得等一下会变几位？好，谢谢，恭喜。好，接下来就是大专的哈，好，刚才哈，大专的有9位哈，来，有陈允琪、陈爱彤、陈毅、陈伟谦、黄以荣、许荣佩，还有1位是读研究所的哈，敏媛。好，那请7位，总共是7位的，没有7个。4、5、6、7哦，9是上一期的，应该是7位才对，7位。好，只有1位了。只有1位吗？其他的，其他小组是啊，他没有过来。好，所以就只有代表1位领奖哦，得奖7位，代表1位。等一下，不要上来。知道他是谁吗？龙佩谁的女儿？苏晨的女儿。好，掌声鼓励。恭喜，好，上。好，我们再次给所有的学生们，给他们掌声鼓励，给他们加油。我们来宾介绍。请问那个张丽琪小姐在哪里？在那里，大家欢迎。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希望以后能够经常来看到你。好，下一位是欧汉新弟兄在哪里？好，我们欢迎。好，一样欢迎你经常来参与我们当中。好，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金句。那不是金句，金节。那我们由弟兄念单数句，姐妹念双数句，我们一起来开口。那人领我回到圣殿的门口，有泉水从门的入口处下面涌出，流向东方，就是圣殿前面的方向。水从圣殿南面的地下流出来，
经过祭坛南面。接着，那人领我由北门出来，带我绕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有水从门的南边流出来。第3节。那人用尺去量，从门向东走，量了500公尺。他叫我在那地方涉水而过，水只到角罗。他从那里再往前量500公尺，水到了膝盖；又从那里往前量了500公尺，水到了腰部。他再从那里往前量了500公尺，水深到不能涉足过去，只得游泳才能过去。他告诉我，必朽的人哪，你要留意这一切。后来那人带我回到河边，我在那里看见两岸有很多树。他告诉我，这条河向东流，经过约旦河，进入死海，河水流入死海，会使咸水变成淡水。这条河经过的地方会有各种生物和鱼类，河水使死海的水新鲜，水流过的地方都有生命。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连，海边会有渔夫在晒渔网，死海会像地中海一样有各类鱼类，非常多。但是沿岸的沼泽和池塘的水仍然是咸的。这条河两岸会有树木生长结实，可做食物，树叶永不枯干，树也不断结果，每个月都会结出新鲜的果实，因为这些树是用圣殿流出来的水灌溉的，果实可做食物，叶子可做药材。好，我们以下时间，请我们本堂牧师陈柏之牧师来为我们传讲信息。他要传讲的是一道江河，一道江河。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报告非常的长哦，好，但因为我们教会的60周年已经要进入即将的尾声。啊，再2个礼拜就是60周年礼拜啊。那如果我们在这个60周年没有参与到的话，好，要再等几年呢？也等不到了啊，就等70年的时候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迦南教会庆祝欢庆60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参与，一起能够来分享上帝给我们的喜乐还有祝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学生，他们来到教会来领生日的助学金，这些都是透过弟兄姐妹每一年的生日，每一岁20元的奉献，来成为的生日助学金。在这几十年来帮助了许许多多上百位的学生们，能够继续在迦南教会不断的学习成长，也让他们能够在学校当中注重他们的课业成绩。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来兴起更多我们的下一代孩子、年轻人，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在教会来学习上帝的话，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透过先知以西结给我们许多的启发，也愿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我们特别为迦南教会要庆祝60周年，我们有许多的事工，有许多的筹备，但是愿一切的荣耀都是为了要归给你，也能够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你。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西结书要进入最后的尾声，那在最后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就是呢关于今天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关于一道江河。不晓得你有看过哪一道的江河，或是去过哪里去这个欧洲的多瑙河或是去到中国的长江、黄河让你印象最深刻？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一条河是科罗拉多河。这条河呢，总共有2300公里长
好，那在美国就已经横跨7个州，又继续流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这个国家又经过了2个州，然后才流入了这个加利福尼亚海。那但是呢，当它流到出海口的时候呢，那个河呢已经真的河水枯竭了，上游的水都用到差不多了，到下游要出海已经没有水可以再出去了。但是它的河水量还是非常的巨大，好，令人难以想象。在这条河流当中呢，光在美国的领土里面就有11座国家公园哦，跟这个科罗拉多河有关哦。美国才50座国家公园，它就这条河就拿走了11座1/5。而且在北美洲呢，好，将近3亿的人口呢，有3亿多的人口，有4000万人呢是饮用跟着用水、生活用水跟这条河息息相关哦。好，这里有几张科罗拉多河的照片，我相信可能常在阅历上面有看到。好，这个地方是在亚利桑那州的马蹄湾。好，那这个地方呢，当我第一次去看到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就是这里哦，哇！然后而且呢，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河怎么可以圆成这个样子呢？好，但是后来你去看他的导览介绍，说这条河真的是太厉害，它能够撞到这个山壁，然后经过不断的侵蚀和夺袭，然后呢，让这个石头好能够刻出一个形状。再加上这个光线，好，是早上和黄昏哦，好，让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邱明杰只点头啊，因为上次牧师有带邱明杰去啊，好，去这个地方，大概去了5次吧，好，然后有去过这个，很多人都有去过这个地方啊，好，那还有呢，这个是在大峡谷，好，大峡谷也是科罗拉多河，它本来是在峡谷的上面，好，不断的向下侵袭。所以这个向下倾袭呢，将近数百公尺之深哦。这个河水要有多大的力量，好才能够把这些石头、山壁凿开、挖开，好，然后能够一直到河的下面去，好，那侵袭好这个科罗拉多河的力量。而这条河呢，好，那流到那时候我所居住的城市拉斯维加斯啊，在那里有一个胡佛水坝，好，美国总统把它设了这个水坝之后呢，它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湖，好，人造湖，就是米德湖，好 ，Lake Mead， 好，那这个湖呢大到怎样呢？可以在上面开船，好，而且这个船呢不是日月潭的那种小船，那个船呢是可以在上面，有的船大到是可以在上面过夜的，好，我也很想要去租那一艘船哦，那个船呢，好，你可以在上面有这个厨房，好，还有房间，还有电视。然后还有烤肉架，还有溜滑梯。溜滑梯要做什么？那个船有2楼，从上面溜下去，直接可以跳水这样子。后来看一看太贵，所以我们只有租小船，然后只有租2个小时。但是就在上面开船，你发现这个湖很大，但是你没有很难想象说，这都是一条河，它可以提供不同的样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态。在以西结书47章，好，即将要进入尾声。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的最后这9章，好，讲到关于新的圣殿的蓝图。这个圣殿并不是指过去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也不是指后来所罗巴伯被掳归回所造的圣殿。它指的圣殿是指天上一个新的圣殿，而它一个结构的样式。而43到45章讲到这个圣殿当中，最重要就是有上帝的荣耀的同在，有上帝的荣耀充满了这个殿，让这个殿呢不再跟过去的殿都完全不一样，而且它是永永远远的荣耀。而最后3章是讲到这个圣殿，过去的圣殿它之所以宝贵，是因为有约柜在里面。所罗门建造的时候，大卫他那时候扛这个约柜进去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荣耀。但是到所罗巴伯的时候，他们建造圣殿已经没有约柜了，没有约柜。而天上新的圣殿呢，也不再有约柜，而是里面有个宝座。而这个宝座呢，下面流出了一道河。这一道河呢，从宝座流出来的时候的细细的一个河，但是呢，它从这个至圣所出来之后呢，又到圣殿的外院，从内院到外院，外院又从东门又流出去。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提到，这条河刚开始从圣殿门口出去500公尺，这个水很浅，
只有到你的脚踝、脚跛的地方。但是呢，再过500公尺，这个水就已经开始到你的膝盖。你在走路的时候呢，就开始水就开始多起来。然后在500公尺，水深到哪里？腰，腰。你有没有在这个游泳池里面走路过？如果是这个儿童池，水深到你的腰的时候呢，在那边走路好走还是不好走？不好走。再往前500公尺，水已经深到一个程度，不是用走的，必须要怎么样？游泳才能过去。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对不对？但是它的一开始的源头是哪里？圣殿，圣殿里面的宝座。从宝座有一道水就这样流出来，这个水好像就是这样细细小小的这样子流出来，但是它怎么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而且供应不断呢？刚才牧师所讲的这个科罗拉多河，它是从这些美洲北边的这些山上，然后的雪水积雪或是融雪之后所流下来的水，然后许多的山共同汇集，才能够有这个科罗拉多河。这个水量非常的大，才能够这样子一直跑2300多公里，甚至还要供应给几千万人来使用。那么多的水，但是他们是山上酝酿了、累积了很多的雪在那边，但是在天上圣殿的水却是不一样，它是从这个圣殿当中的宝座细细的河水、细细的水开始流出来。但是却是越流越多，越流越多，让我们好像看见了这个5饼2鱼。当耶稣的用5个饼2条鱼来喂饱5000人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一个小朋友拿了5块饼和2条鱼，但是却能够喂饱5000个男人。最后大家都吃饱，还有剩下，把剩下再捡起来，还超过了还装满12个篮子，12个篮子。所以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一道江河是非常的奇妙。而这个经文在后面提到说，这个水要流到哪里去呢？这么大的水要流到哪里去？要流到地表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死海。这死海呢，在海拔底下的300多公尺，这么低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因为水流不出去，太低了，所以所有的水最后到那边就停住了，不能再出去，因为它太低了，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最后那地方的水就怎么样？咸的。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当上帝给我们的资源，上帝给我们的金钱，如果你没有用它，你没有让它分享流出去，最后它就会怎样？变成死海。跟你旁边说，上帝给你的金钱没有使用，最后变成死海；上帝给你的金钱没有使用，最后变成死海；上帝给你的时间、给你的才干、给你的能力，你没有好好的把它拿出来分享，跟人家来分享的运用的时候，最后它通通只有汇集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汇集在你的家中的时候，最后它会跟死海一样，变成是咸的。咸到一个程度，连鱼、连蝌蚪、连海草、水草都没有办法在里面生存。而这个上帝的一道江河从宝座流出来，但是居然要去改变这个地表上最咸、没有生物的地方，甚至让它流过的地方都有生命。12节，我们刚才有读了很多次说这条河只要经过的地方，两岸都有树木生长果实。而且这些树会不断的结果，每一个月都能够结出果实来。而这些树是圣殿流出来水所灌溉的。这些果实不仅做食物，还可以做药材，还可以医治人的生命。现在的死海，如果你去的话，你可以在那边躺在上面，腿伸直，看报纸、看杂志，或是现在是在上面滑手机。你敢不敢在上面滑手机不敢因为那个手机如果是进到咸水里面就傲子了，就完蛋了那个手机它就要准备换新了。但是现在这个死海，你可以在那边躺着休闲悠游，可是你发现水底下没有任何的生物，顶多只有细菌、藻菌在那个死海的湖水当中。但是上帝说，
天上的圣殿，好，这个要流出来的河呢，有一天要流到在这个死海里面，让这个死海里面要再一次活起来，要再一次活过来。死海要变成生命河，好，跟你旁边说，死海要变成生命河。你相信吗？相信的就说阿们。好，今天你还有机会去死海看到死海样子，但是有一天，好，当神的话成就，上帝的河水好流入到这个死海当中，让它整个再活过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好，以西结书真的实在是太伟大了。死海以前并不是死海，死海在亚伯拉罕和罗的时候，那时候是兵家必争之地。罗德就是看见那个地方长得这么样的漂亮，长得这么样的美，所以他跟他的叔叔分家。好，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好，亚伯兰，好，让罗德先选。所以罗德的牧羊人，好，他就选了这一块漂亮的地方。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他们去了之后，那地方的人他们没有敬畏上帝，犯罪，以至于上帝用硫磺来毁灭所多玛和俄摩拉，那个毁灭非常的大，所以让这个地方漂亮的地方呢，变成了今天的死海。但是以西结看到异象，不是只有这里，以西结看到是那个死海曾经被上帝毁灭的地方，他要再次活过来，变成了生命河。在约翰福音继续形容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来发生，这个死海要如何变成生命河，而是要经过耶稣，耶稣要让人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记载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第7章37、38节。节期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38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出来。引号里面再说一次，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从哪里涌流？和合本翻成腹中，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有活水江河要涌流出来。你的心，你的腹能够怎么样涌出活水江河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还好约翰福音写得很清楚，下一节就有做解释。耶稣这句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什么？圣灵。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接受圣灵，相信耶稣，接受圣灵，而那圣灵就让我们经历那一道江河，有河流从我们的腹中，从我们的心中能够涌流。而且这个流出来水呢，是不会越流越少，还越流越多，越多，多到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从你心中腹中流出来这个河，居然会越来越多。好，本来前面500公尺是只有到脚踝，再往前居然到你的膝盖，再往前居然到腰，最后还可以变成游泳那么深，好，那么样的深，好，深到无可限量。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动工的时候，会让我们产生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去预期，没有办法自己去想象的。圣灵要给我们的活水江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跟你旁边说，圣灵所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灵给我们的是超过所求所想的。在先知以西结他所看到的异象，耶稣在五旬节的时候，最后一天他大声的起来宣告，那圣灵来到的时候，要在相信人身上要彰显出莫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有没有从你的心中涌流出来？有，感谢主。圣灵如何从你的身上彰显出能力？在你觉得你非常贫穷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看见有需要的人坐在微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在你非常软弱的时候，但是你愿意为主多走1里路，多做一份工。在你觉得你人生非常忙碌焦虑的时候，但是你愿意看见上帝家中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来摆上呢？在江南教会这60年来的故事
历史当中，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牧者、许许多多的长老、执事、先人，他们这样子的不断的摆上，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他们白手起家的时候，在他们还能够为主做工的时候，他们就把握这个机会，而上帝就使用他们，上帝就祝福他们，让他们的活水是越用越多。阿们。让他们所做的工是越为主做工，好，然后呢，越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是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工啊。而当圣灵从我们心中能够流出这样的活水江河，你会发现上帝要透过你、透过我、透过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无法想象、无法限量的。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在11月2号要在桃园国小，好，要有这个60周年的感恩礼拜。如果我们60周年的感恩礼拜跟我们平常教会的聚会的人数一样，你觉得这样有没有荣耀上帝？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就跟平常一样啊。好，那我们到一个60周年，我们想要办一个60周年的感恩礼拜。要好好的来荣耀上帝，但是你还是一样，跟你平常的你一样，就是坐在这边滑手机，做礼拜的时候不专心。你觉得这样有没有荣耀上帝？然后呢，做礼拜的时候，因为前一天看电视看得太晚，好，然后当天早上好起来之后浑浑噩噩，做礼拜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很累了，好，没有精神了，在那边打瞌睡。你觉得这样的礼拜有没有办法荣耀上帝？没有。所以你应该怎么办？11月1号的时候，大家要早一点睡，好，睡饱一点才做礼拜。好，虽然那一天有运动会，然后你要运动会，你要全力的拿奖。我们要透过这些的活动，透过这一些好的项目，不是为了说我们要在意有多少人数，而是要在意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邀请更多的人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我们现在可以花1分钟的时间，为你自己来祷告。你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你怎么样可以去邀请人？牧师现在都会把这个小小的邀请卡放在口袋当中。好像昨天去喝喜酒啊，然后有说他听到说你们有60周年，说对，就是这个啊，邀请来参加我们60周年的音乐会，或是背面有我们60周年的感恩礼拜和园游会。好，等一下在出口的地方，好，你也可以拿到这个邀请卡，可以去邀请人，然后为他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迦南教会60年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不晓得可以用什么来回报你，也不晓得可以用什么来荣耀你，但是我相信我们就是你的见证人，我们就是上帝你所喂养、所差遣的羊群，还有门徒。主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分享这样的福音，还有好消息，还有见证，让我们能够在11月2号的60周年感恩礼拜，或是10月31号的感恩音乐会的当中，我们都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信息，能够来邀请人。主啊，愿你的一道江河能够流入到更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帝要使用我们，能够来成为他的工作，就是要与人来分享。如果今天这些你没有去分享，这些上帝还是会用他的方式，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好，就像是那死海一样，给不出去，分享不出去。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成为一个分享的人，好吗？跟你旁边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分享的人。好，分享什么？分享福音，分享好消息，分享福音，分享好消息。所以你不要只有自己来参加这个园游会。你想说，哇，那天来那么多人，那么多人，我得中奖的几率就怎样？中奖几率就更大啦。好，因为你只要睡饱一点，然后参加准时做礼拜，好，那一天只要准时到场的人，好，你准时到就会有第一张的摸彩券，好，然后呢，好，那一天我们会摸彩券大放送，好，就是让大家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奖。
其实那也不是最重要的。就算你得到了第一大奖，就算你没有得到的那些套餐的这些餐券，但是上帝的祝福不会比那些更少，上帝对你的爱也不会减少。但是得到奖的人，他可能如果是一个慕道友，如果得到奖的人，他可能是一个社区的朋友，他可能想说，怎么这么神奇？我还可以来，因为迦南教会60周年，可以来去吃享享，可以去吃享食天堂。这个大餐是上帝要送给他的大餐，阿们吗？或是全联礼券500元，这都是上帝要给他的祝福，因为这是一道江河要流到万民。而上帝要给我们的活水江河，也代表我们要在圣灵里面过新的生活。罗马书8章1到2节说，那些活在基督耶稣生命里的人，就不被定罪。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圣灵的法则，就是那使我们跟基督耶稣联合而得生命的，已经从罪和死的法则下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圣灵的法则就是让我们不活在罪恶当中，不活在法则底下，就是不活在那个框框的当中。就好像那个河水，本来应该是要越流，这个水好像会越来越少，但是呢，上帝的法则却是越给的就越有给你们的。你越愿意去，越施就会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当你越给人，神就越要给你们，而且是要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好的这样子赐福给你们。然后马拉基书说，是让你们甚至是无处可容，没有办法再装好，这叫做福杯满溢。所以上帝给你的祝福，只要当你愿意分享出去的时候，它是会让我们福杯满溢。而这些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而我们如果是活在圣灵以外、律法以下，说我如果给你的，那我就没有了。今天爱餐150份，好，今天做礼拜的人，好，有这些人，等一下去吃爱餐的人，如果把我的爱餐给你，那我等一下吃什么？我就看你吃吗？可是圣灵的法则不一样，我把我的爱餐分享给你，可是呢，上帝会给你祝福。昨天这个牧师代表教会跟协会去桃园国小的126年的这个运动会园游会，然后去赠礼。赠礼之后，他说：“我们这个有赠礼的单位都可以有这个餐点餐盒。”说好，那我就拿餐盒，好，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上 A2 的课程，那这餐盒就可以给大家一起来用。我说好，那总共就带了这些餐盒回来。说怎么这么多餐盒？好，结果这些餐盒呢，这个去 A2， 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就分享给这些有来上课 A2 的这些同学、这些学员。结果呢，我想说，那餐盒就给大家，我也自己一个都没有吃到，都没有吃到。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回到家，家里面桌上又多了2个餐盒，又多了2个餐盒。这个已经是很多次这样，就是当上帝给你的，你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可是你愿意分享给出去的时候，当你做完上帝的工，回到家中，就出现在你的桌上，又2个餐盒在那桌上。不过我也是没有吃，因为我现在要节食，所以我还是会想办法把它送出去，还是会给人。但是一样的，你只是给人家面包，或是给人家时间，给人家祝福，上帝可以给你更多。阿们。启示录22章，圣经的最后一章，其实对照以西结书的倒数第2章47章，你会发现他看到圣殿的河，其实就是天上新天新地那个圣殿一模一样。里面的形容，这个老约翰的形容跟以西结的形容几乎很像。天使，这是约翰看到的，天使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流，闪耀像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通过城中心的街道，河的两边有生命树，每年结果子12次，每月1次，树的叶子能够医治万国。有没有一样？好，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城里不再有上帝所诅咒的事，上帝和羔羊的宝座要在这城里，他的仆人都要敬拜他，他们要朝见上帝，
而他的名要写在他们的额上，那里不再有黑夜，他们不再需要灯光或日光，因为主上帝是他们的光，他们要作王统治，直到永远。这一道江河，圣灵的活水让你从你的心中腹中流出去，就是要去祝福别人，让最后得到祝福这一群人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在60周年感恩礼拜那一天送出去的60个礼物，我也很期待那60个礼物最后拿到的通通都是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那这些人他们拿到这样的祝福，拿到这样的礼物，有一天他们也会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来领受祝福，还领受上帝的礼物。阿们吗？今天是我们的协会主日哦，在我们的协会也好像是一道江河，这样子从一开始少少的流出去，但是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它成为一道生命水的河。我们的灵命就像是这样子，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小朋友踩着水在玩，在那边跑来跑去，很开心，追来追去。可是当这个水越来越深，到膝盖的时候，跑不快了，就必须怎样？脚要出力，好，要努力。水深到腰的时候，你在水中走路好不好走？但是你要怎样？用力走。所以在游泳也是有一种复健，就在游泳池里面的复健，在水中走路，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带动你的更多的肌肉和力气，好，让你身上做复健。甚至到更深的地方，你要用游泳的时候，全身都要游泳。所以游泳也是个很好的复健，让我们身上都能够动起来。可是这个经文里面，以西结看到说，这个水越来越大，到死海的时候，开始有鱼了，就会怎么样？有人去捕鱼，有人去捞鱼。所以他说，在旁边都有渔夫在晒渔网，在晒渔网。所以这一道江河流到万民，是为了要得人如鱼啊！好，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一道江河是为了要得人如鱼，一道江河是为了要得人如鱼啊！得人如鱼。这个河水好，这么样子的深，这么样的大，让这个死海这么咸的地方，可是鱼居然可以在这边再重新活过来。同样，人的心中的硬土本来是拒绝神的，拒绝耶稣的，但是当圣灵的活水江河流入的时候，他们就打开心门，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他们的心也开始有那个河，从他们心中的宝座可以流出去，与人来分享。我们的迦南教会走了60年，我们的中年大学明年也走了30年，我们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走了20年，20年来，好，这个我们的协会就好像从那个踩水开始，然后渐渐水越来越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协会，因为来成立那一年刚好是陈牧师来迦南的第一年呢，好，第一年，那时候协会还没有什么钱，然后呢，我们有这些协会的理事长，然后有协会的理事、监事，还有协会的会员。然后什么都有，好，可是呢，协会没有事情可以做，没有事情可以做，所以那时候我来当青年牧师，好，当青年牧师的时候那时候主任牧师告诉我说你要做协会的总干事，好，那说总干事要做什么？好，就是做协会的事情，好，那说协会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协会今年才开始，好，也还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说好，那我就开始去寻找。所以从桃园国小，就是我们生命教育协会的第一站，我想我有分享过很多次就是去桃园国小的学校班级去找老师说，你们有没有班级愿意上生命教育的课？好，那1个班、2个班这样开始问，好，问到开始有了之后，好，然后就开始进入校园做课程，然后从桃园国小要到大有国中去。然后我们生命教育协会到今年满了20年，我们的工作事工已经跨越许多的地方。上个礼拜应该说也是这个礼拜牧师和总干事好，然后还找了里长好，然后找了议员，我们去拜访清溪国中好的校长去跟校长去跟他见面，然后跟他一起坐在那边。
好，那来介绍我们现在协会的客服的事工，也希望他们的学校学生也能够来参与。这些都像是一道江河，刚开始的时候资源很浅，或是这个资源很少。可是当你开始不断的靠着上帝的帮助，你会发现上帝能够让这个浅浅的水后来越来越深，越来越深。阿们。就好像这个大峡谷，它流经的是一个峡谷，坚硬的石头，但是只要这个水不中断，只要这个水流继续，这些大峡谷都经过几千万年，它才能够凿出这么深的大峡谷，还有峭壁。这些科罗拉多河都是经过几千万年的时间，河水不中断，它才能够冲出这么漂亮的马蹄湾形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河川，然后有这么漂亮的景色，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观赏。我们都是上帝所使用的那一道江河，只要上帝的爱、上帝的祝福在你、在我的心中不止息，你的生命能够源源不绝的来祝福其他的人。阿们。今天这段信息除了告诉我们要像一道江河，我们要让我们自己在敬拜的江河当中，敬拜的河水当中，我们要沉浸在那敬拜的里面。很多时候敬拜都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义务，要来敬拜上帝。但是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你不得不觉得说，在敬拜当中，当你进入到圣灵的江河里面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医治。当你生病软弱的时候，你都会想要说：“哦，今天生病不要去敬拜，我今天生病不要去做礼拜，对不对？”现代人大概都是这样，然后生病了，我今天跟上帝请假。可是，在以前人刚好相反，他越是生病，他越要怎样？他越要去敬拜上帝啊，他越要去耶路撒冷去见神啊。使徒行传每门口那么多的病人，他们都要到圣殿的前面，他们就是要等待那个池子的池水搅动的时候，能够第一个跳下去，就是圣灵的风吹过来的时候，能够第一个跳进去到圣灵江河当中，就能够在那河水当中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当你越生病，身体越软弱的时候，越要敬拜神。阿们。跟你旁边说，当我们越软弱，越要敬拜神。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一个病得医治的时刻，每一次来敬拜都是一个罪得赦免的时刻，每一次的敬拜都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得力的时刻。盼望我们都能够把握敬拜上帝的机会，不要错过，不要因为今天下雨，我今天就不来做礼拜。好，今天第一场礼拜我看人比较少，因为早上下雨。我发现我们弟兄姐妹很容易因为连续假日，很容易因为天气，很容易因为看新闻、看比赛看得太晚，然后我们就很喜欢自己跟上帝请假，然后就在家里面，我可以改看线上的。这个也是现代人。但是当我们真的渴慕的心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敬拜，当你脚踩在圣灵的江河里面，你会发现那个水就这样子涨上来。当涨到你的这个颈部的时候，你知道说上帝要医治你，要充满你，要改变你，是彻彻底底从头到脚。而敬拜需要一群委身的祭司。在希节书最后这9章当中，我们看见新圣殿的外貌，圣殿的外貌。但是让我很讶异的是，圣殿里面还有一群人，这一群人是一群忠心委身的祭司。他们没有在敬拜的时候打瞌睡，他们没有在敬拜的时候滑手机。为什么我又讲滑手机？因为牧师看到有人在滑手机，就会想要讲滑手机。他们没有在圣殿当中做不该做的事情，只有专心的敬拜神，以至于他们能够荣耀上帝，上帝的荣耀才能够停在那个圣殿当中。我们在11月2号的这个感恩礼拜当中，如果我们在这礼拜当中，我们大家都能够全心的投入，大声的赞美，大声的敬拜，
上帝的荣耀就会住在就会在我们当中，阿们。可是上帝的荣耀想要来，可是他来之后看到这边的人，在滑手机啦，然后在打瞌睡啊，然后在那边魂游向外啊。上帝想要留在这边，也没有人在理他，上帝的荣耀就会离开，这是以西结书前面的所看到的，上帝的荣耀从圣殿离开，可是最后上帝的荣耀愿意再回来，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忠心委身的祭司。我们在长老教会改革中，万民皆祭司啊，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都是敬拜者，然后再跟他说，我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成为一个祭司，就算你今天来只是坐在这边，牧师是站在这边，大家是坐在这边做礼拜，但是你也要知道，你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彼得前书说，我们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坐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旁边人看我们像是看君王一样，就这些百姓看到祭司坐在那边而已，但是他说是有君尊的祭司，像看到君王一样。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的祭司，都能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每次的敬拜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神一道江河的同在。我邀请大家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这首诗歌一道江河来回应上帝他从宝座上所流出来的生命河水，回应上帝他从遥远几千几万公里，或是在2000年前耶稣从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流出来之后，或许只有小小的他的血，但是要流到万民。耶稣的宝血要流到你，流到我们的心中，来医治我们。主的爱像一道江河，宝座能力流到万民。它是光，照耀我的生命，敬拜主，高举他的生命。主的名如风吹过心，安慰忧伤破碎的灵。它是光，照我的心灵。亲爱主，愿你从天降临，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呀流呀，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呀，唱到灵里都欢喜。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主神你现在来掌权运行。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现在身上有疲倦、疲惫，或是你身上有疾病，或是你得到了癌症，或是你得到了医药很难医好的疾病，
你需要的是这一道江河，你需要的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宝血要带领你进入到水深之处。主耶稣的宝血要来医治你，要来医治我，要来医治我们，医治这块土地。当我们在敬拜当中进入到圣灵的同在里面，圣灵要自己来动工，神的荣耀要彰显在他的圣殿，神的荣耀要流到他的百姓、儿女、弟兄姐妹的身上。愿主的爱永流不断，愿主的医治与你与我同在，使我们都能够经历神他生命的供应。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身边、为我们弟兄姐妹需要被医治的弟兄姐妹肢体来祷告。主啊，求你医治的大能在你圣灵的活水江河当中来涌流。这条河所流过的地方都会有生命，这条河所流过的地方都要结出果实，每一个月都要结出果实。即便我们这时候这个月非常的缺乏，即便我们这时候非常的拮据，但是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神你要给我们是丰盛有余，你要赐给我们的是上尖下流，是连摇带按。神你要医治我们，是要使我们从软弱成为刚强，从贫穷成为富足。主啊，愿你的话语成就在你儿女，在我弟兄姐妹的身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医治、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领受那一个从天上宝座流出来的一道江河，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阿们。我们要再一次来宣告，神是我们的诗歌，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阿们。我们一起开口，喜乐的来赞美我们的神。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它是我们的盼望。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的事或不的事，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每天从日落不的事，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大声欢呼，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阿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也请各位互相请安，并且协助恢复场地。更重要的是，离开的时候记得向我们的志工队报名。